以前我同好多人一樣，覺得搵份好工，每個月準時出糧，就已經叫做係安穩。我以為呢種叫安全感，但直到經歷咗人生嘅低谷，我先至驚覺，原來一份收入其實係好脆弱㗎。當生活突然出現變數，嗰種無力感真係令我反思咗好耐。尤其係我哋女人，生活入面太多我哋預計唔到嘅轉折。如果我哋將所有嘅籌碼都放喺同一個籃入面，一旦個籃跌咗，我哋仲可以有啲乜嘢可以守護到我哋最愛嘅人呢？所以我決定唔再等啦，我要為自己建立第二個收入，唔係要一朝發達，而係要嗰份慢慢累積翻嚟嘅底氣。當你有咗選擇權利，你先係人生嘅主人。如果你都曾經因為一份收入而感到不安，或者你想為未來多一個保障，留言我 DM 機會，我哋一齊由零開始建立屬於你嘅安全感。